雲南白藥嘅核心成分咧，其中一樣嘢就叫做滇松硫。咁呢個滇松硫咧，佢亦都係咧國家嘅2級保護植物嚟嘅。咁啊，雲南白藥咧2種嘅核心成分，其中一種咧就係滇松硫啦。滇松硫咧同我哋認識嘅377咧其實好似嘅喎。滇松硫點解叫滇松硫咧？因為佢有2浸㗎，就係佢嘅嗰個花冧嘅位置下邊咧會多咗一重，所以就叫做滇松硫啦。咁而呢個滇松硫咧同37咧，即係我哋認知嘅田七咧，係一模一樣嘅樣，就係一個分別嘅位置就係多咗呢一浸，亦都係咧雲南白藥入邊嘅核心成分。大家望下呢一個啦，就係佢開咗花之後嘅滇松硫嘅果。咁而咧滇松硫同埋37咧，即係田七啦，有一樣好特別嘅之處咧，就係咧種過滇松硫嘅地方嘅土壤咧，嗰20年內咧，佢都唔可以再生翻田七，所以咧係極其珍貴嘅一個中草藥嚟嘅。